好開心，好榮幸，醫管局一直致力把握科技發展嘅機遇，利用尖端嘅資訊科技嚟到優化醫療服務，為病人帶嚟良好嘅服務體驗，亦都藉此提升公立醫院嘅運作成效。所以呢個獎對我哋一份肯定同埋推動力。醫管局嘅第4代臨床管理系統能夠將唔同嘅系統連結起嚟，令到醫護團隊更加有效咁樣互通資訊，同埋為病人制定合適嘅醫療方案。近年我哋都積極推行一系列嘅智慧醫院措施，實現數碼化轉型。我哋引入人工智能技術輔助臨床診斷，例如運用 AI 幫助醫生辨別有異常嘅放射診斷影像等等。我哋開發嘅流動應用程式 HA Go 已經有超過250萬人使用。病人透過 HA Go 可以管理預約記錄、接受視像診症、存取電子醫生證明書、安排藥物送遞服務、查閱護理資訊同埋記錄個人健康指數等。多謝申訴專員公署對醫管局嘅資訊科技應用方面嘅肯定。我哋會繼續抱住以人為本嘅理念，努力促進醫療數碼化轉型，善用數碼醫療科技，提升公立醫院嘅運作成效同埋病人嘅服務體驗。